大家好啊！我打算開一個新嘅頻道，以呢種音頻或者視頻嘅形式去傳播我所理解嘅傳統文化。可能會逐漸拋棄過去用嘅呢種文章嘅形式。第一係視頻同音頻呢，佢更加容易被觀看；第二就係佢會減少呢個文字上面閱讀嘅一啲理解上嘅障礙。咁呢，我就會開一個新嘅頻道。咁呢個頻道呢，就係唔係講太多神神鬼鬼嘅嘢，佢更多係講呢啲易經理解，包括呢個所謂中國人玄學觀嘅呢個世界上面嘅嘢。主要涉及到嘅啦，可能第一點，易經佢到底係一本點樣嘅書？即係佢係咪而家我哋所理解嘅大部分嘅呢啲講人生智慧、人生道理，話易經係人生智慧學嘅天花板，咁樣去解釋易經？定係佢有更多更複雜嘅解釋方法，或者佢唔係簡簡單單教你所謂君子做人道理，而係佢係一本可以穿越到某一件事情本質最後達到嘅一個效果嘅占卜書集。大概可能就會講呢啲關於大家都會好好奇嘅命理頻道，就係命理師傅一般係會點樣去睇命，包括命理可以算到嘅極限係咩？命理嘅本質係咩？第三肯定係我嘅老本行風水。風水到底佢係唔係迷信？定係佢係一個觀察環境嘅結果？點解外國冇風水，而中國本土誕生出風水咁樣嘅學問嘅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會用呢啲嘢呢，我所認知嘅呢啲嘢呢，慢慢去出視頻一期一期咁講清楚，一條一條咁講清楚。咁呢，你都可以喺評論區留低你想聽嘅話題。只要唔踩紅線嘅話，我哋都可以去傾。咁我亦都會徵集一啲目前社會主流聞得最深嘅、點讚率最高嘅，或者最有代表性嘅問題，都會慢慢咁專門出一期一期視頻去講。喺唔違禁嘅情況下呢，我哋係可以知無不言嘅。